我哋消息有看到，用家嘅台湾传统音乐，韩国爵士元素嘅始祖孔爵士乐团，主题创作杂蛮多样、杂蛮贴片，也每一次的会结合各种嘅元素来表演。一礼拜日研究一堂对日本来嘅最有名嘅日本古筝高度嘅演奏家那么西马瑞来合作，为带来跨界嘅演出。希望大家睇到无相同嘅文化、无共用嘅出拳，反映出来嘅很多成果。始祖孔爵士乐团拍啲唔简单嘅一条曲嘅，主题用一条乐器来演奏，17几年汉唐喺度演外間無相同嘅新元素結合起來。樂團就以為是喺日本推出5種紀念專輯，韓國改編過一道流行歌嘅嘢，最有名嘅日本古筝高度嘅演奏家那卡西馬里向他來表演。他也是，其實在日本是嘗試很多的這種傳統音樂，就是跨界到就是爵士或是就是流行樂的一個樂手。那一首的就是算是其實比較悲傷的曲調，我覺得也是跟古箏日本的古箏也是蠻適合。始祖孔爵士樂團將鬼古典的國樂同西方的爵士樂融合到鬼版面，開展大家對音樂的想象。唯有安尼跨兩邊的合作，就可以驗證一條音樂人，希望將自家國家意嘅音樂傳下去。在傳承上面，你可以學很傳統的東西，然後繼續教傳統的東西來做傳承。但是我們是利用這個結合，然後讓大家更容易聽到我們的傳統的音樂的一些素材，然後會先從聽到這個旋律，然後來認識，然後他就會想要去再了解傳統的東西。傳承一條音樂，主題大幫公開表演，發行專輯一條方式，幫韓國多年來認識。樂團每第幾年成立為始祖孔253，回歸後爵士樂為人，有一個平台使得交流互通，每一位專業嘅先生來回答各種音樂嘅問題，還規劃為多樣嘅音樂講座，就可以愛上韓國多年強下面啲爵士嘅世界導航。客家新聞陳永尊、陳欣怡特別報道。